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林偉江，咁我係屬於勞工界嘅界別嘅。咁我由畢業之後咧，就已經係投身工會工作咧，接近差唔多20幾年㗎啦，都係會接觸我哋前線嘅基層工友，就發覺到咧好多嘅保障源頭咧都要從政策上面出發。咁啊，所以咧今次咧我就希望可以將我哋勞工界工友嘅聲音帶入議會，從而咧去提升我哋勞工界整體嘅保障。嚟緊喺議會4年工作入邊，我會從源頭出發，就住勞工政策提出我哋嘅意見，更好保障我哋打工仔應有嘅權益。另一方面，亦都會將政府嘅關於政策各方面嘅資訊，盡快帶入去我哋勞工界同埋各位工友上邊，聽取佢哋意見，做好上情下達、下情上報，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應有嘅橋梁作用。平時如果工作以外咧，有時可能係會係聽下歌啊、睇下書啊，或者係打下機啊咁樣咧嚟到減壓啦。喺睇書方面都會留意一啲我哋勞工各方面嘅情況嘅資訊啦。興趣同埋工作咧係相結合底下咧，咁樣令到我工作嘅層面同埋生活嘅層面咧可以充實多啲。點樣保障佢哋本地工人就業，我都會比較關心嘅。政府應該會喺今年大概第2季或者第3季就住我哋嗰個人力資源檢討政策上面咧係發表啲意見，咁我都希望咧可以將我哋打工仔上面嘅聲音、關心嘅角度，可以去補充政府方面提供更加闊嘅面咧，等佢留意翻，當我哋人工嗰個智能衝擊，同埋我哋經濟轉型底下咧，同埋各種嘅人口嘅輸入政策方面咧，咁樣點樣更加好有效保障我哋打工仔嘅飯碗，同埋咧亦都希望可以從一啲職業培訓提升我哋嘅競爭力。咁近年咧，其實工業嘅意外咧都成日發生啦。咁政府其實有邊啲嘅不足之處咧，係可以完善咧？你喺議會當中又係點樣推動咧？對職業安全咧，我一直都好重視同關心。唔少嘅工業意外同埋嚴重意外咧，都係喺地盤或者工地出現嘅。咁我覺得首要咧，都真係喺建造行業上邊咧，係宣傳呢一個職業安全健康嘅意識。咁啊，其次咧，亦都可以用多啲人工智能嘅科技嚟到去加強我哋嘅保障啊。譬如戴一啲頭盔有冇戴到，可能會有啲提示啊。咁啊，戴一啲頭盔嗰陣咧，會對你嘅血壓啊、身體嘅體溫啊等等作得一定嘅檢測，咁啊從而知道咧我哋工友個工作狀況會唔會係比較過勞啊，會唔會比較熱啊，咁樣即係易中暑啊等等，咧可以多用一啲嘅 AI 監察嘅鏡頭嚟到去幫我哋手提醒或者注意啲我哋工友施工嘅情況。議會工作入邊咧，我真係希望咧可以同僱主同埋政府一齊咧再出發，做好我哋勞工界共同協商嘅平台，嚟到提升我哋勞工界嘅保障。